因为疫情关系，家己一寡较大型活动拢已经取消啊。虽然活动取消，不过拜拜礼俗犹原还阁存在。亲像家己东照先天宫，也阁有跋筊的仪式。伫鹿草圆山宫要举办60年前才有的放花马，希望这未来新的一冬，台湾会当平平安安。然后头啊烧了，伊个金纸是出来倒着会烧开啊。烧开仪式要用的花马，家己县鹿草乡的圆山宫较早捌有放花马的仪式，已经将近60冬无咧举办。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庙方决定要重现传统仪式，替民众祈福除疫。中断超过60冬一假期啊！今年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哦，还有武汉肺炎的关系哦，我想借由这个时间拄好有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来甲这个文化重新搁来开始。除了圆山宫恢复举办传统的消灾解厄仪式，东照先天宫的跋筊求cứu王活动，去年跋着大龜王的信众，今年社完的时阵，搁加重1720斤，互大龜王的重量一改超过3万斤，创下新的纪录，而且搁替龜王挂水庵，提醒民众注意防疫。是有因为疫情的关系，有一寡活动算停办啦，算这大龜王哦。是阮庄恁的算较无外客吼，所以照常举办安尼啦。26号元宵节，因为疫情的关系，一寡公庙取消室内捐助的活动，改做室外祭祀仪式。除了祈求国家社会平安，嘛，互民众会当感受元宵节气氛。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